如果講希基達呢個名，後生一代嘅球迷未必識，但係呢個畫面你一定見過。少年時期嘅希基達佢係踢前鋒位置，呢個亦都係解釋到點解一個門將可以喺職業生涯上陣380場嘅賽事射入41球嘅原因。希基達打破咗龍門要死守嘅角色，積極咁樣參與進攻，更加被馬勒當拿讚賞，等於球隊打多個人。喺90年世界盃哥倫比亞對喀麥隆嘅賽事，希基達走出禁區，然後俾羅渣米拿搶波之後射入2-1。賽後佢嘅失誤引嚟咗兩種評價，當然大多數嘅都係怒罵，但係亦都有欣賞佢嘅勇敢同埋鼓勵。喺93年，希基達捲入咗一個綁架案，主要係負責交贖金去救翻一個小女孩。事後收取$64,000作為答謝報酬。隨後希基達因為綁架案中不法收取利益而被當地嘅警察拘捕，坐咗7個月監之後無罪釋放，但因為太耐冇操練，喺94年嘅世界盃未能夠入選國家隊。希基達嘅缺席令到本身被視為黑馬嘅哥倫比亞早早喺分組賽出局。球員艾斯哥巴因為喺比賽中擺烏龍成為咗罪人，喺賽後亦都被槍殺，釀成咗慘劇。而呢次事件亦都嚴重咁損害咗哥倫比亞嘅國際形象。喺95年對英格蘭嘅友誼賽當中，希基達第一次用到蠍子擺尾，呢一個撲救令到佢當時威爆世界，亦都令到呢個畫面流傳多年，甚至連馬勒當拿都有親自測試過。你哋俾嘅 like 係我堅持繼續做片嘅動力。條片落足心機做㗎，麻煩幫忙點讚同埋分享。